我们人呢要有关怀的心。有一对夫妻很幸运的订到了2张从嘉义回台北的对号车票。上车以后呢，却发现有一位女士坐在他们的座位上，先生就示意太太先坐在那一位女士旁边的位置，自己却依旧站着。太太心中质疑着：我们买的票是对号入座的客车啊，为什么先生不叫那位女士起来让座呢？后来他太太发现了这位女士的右脚行动不方便，才了解先生为什么有意让座的原因呢。到了台北下车之后，太太因为心疼自己先生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，便顺口问了先生说：从嘉义到台北站这么久了，你大可以在中途的时候请他把位置还给你坐一下嘛。他的先生却回答说：人家不方便是一辈子的，我们不方便只有这3个小时，没有关系的。太太听到先生这么说，相当感动，心里想：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先生，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温暖许多啊！各位啊，世界上如果人人能够多付出一点关心和善行，这个世界将会温馨许多。希望下一个为善不欲人知的人就是你，让我们都成为懂得关怀别人、了解别人的一把钥匙。我们给人快乐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，给人鼓励啊！如果能够如此的话，自己会更快乐的。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公案分享给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